10万个冷笑话。哪吒篇2，不对，匹诺曹篇。我没有走后门，不是我坑你们。本动画由有妖气提供。我叫匹诺曹，我讨厌人类，他们总是嘲笑我的身体，尤其是我那一说谎就会变长的鼻子，所以我也讨厌将我制造出来的老木匠。快看，匹诺曹的鼻子好搞笑啊！那些嘲笑我的人，其实我是不锈钢的。哪儿啊？哪儿不锈钢？你不是木头？那些嘲笑我的人必须死！要求啦！匹诺曹杀人啦！哼，其实是木头做的。你这该死的长鼻怪！我要去让老木匠把你拆掉！他们的同伙也必须死。好吧，其实我是陶瓷来的。果然，所有的人类都必须死。1+1等于6。中国足球世界第一。女人的手肘不能同时碰到肚脐。我很丑。是，那又怎么了？我很帅。人作韩舞根本不是一个漂亮的妹纸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毁灭地球。10万个冷笑话是一部设定非常严谨、画工非常精美、剧情感人至深的好动画。这是在哪？回过神时，我已经在月球上了。果然，用鼻子将地球戳穿的计划有点不靠谱啊。还是先回地球，一个人的解决吧。其实，我看得见6娃。啦啦啦啦啦！猎人叔叔，谢谢你带我来这里玩，真的好开心呢。好好玩，晚点再带你回皇宫去。那边好像很好玩，我去看看。白雪公主，对不住了，这是皇后的意思，我不能违抗了。哎呀妈，压死个人！才一回来就压死一个，是个好开头啊！接下来就开始消灭人类吧。在买什么呢？同伙要马上灭口。请问刚才有看到一位大叔在这里吗？没有，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。不，一个人都没有看到。好厉害呀！你的鼻子怎么会变长的？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啦，就是说谎会变长，说实话会变短而已。我从不说谎，1+1其实等于2。10万个冷笑话做到100集了，有妖气上有很多好看的漫画，有些侠更新了。从此以后，匹诺曹和白雪公主就在森林里过上了快乐、幸福的生活。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。老木匠爸爸，谢谢你造出这样的我。孔子是韩国人，思密达。青春歌得意永生。马尔今年有32场演唱会。北京房价下降了，有妖气葫芦娃片3连发呀！正宗好动画，正宗好声优，欢迎收看由动漫领导品牌有妖气为您倾情打造的中国10万个冷笑话。看漫画天动力龙恒宇和李书杰工作室为中国10万个冷笑话加油！本系列10万个冷笑话当中，原作韩舞最得意的代表人物将踏上10万个冷笑话动漫梦想之旅。交微博参与互动将立即获得还没有获得赞助的100个有妖气币。目前还没有公司对本节目进行赞助支持，期待您的加入。牛逼！这条留吗？留，用这条，他妈必须留啊！